各位乡亲，三个人继续向前行，起初的路阁算平顺，不过愈行路愈矮，愈坎坷。路顶拢是石头，一步若踏无着，就会滑倒。身边开始摇马摆，固执犹原一直冲。日头愈来愈热，三个人的汗一直流。目天看到会淡淡犹原伫地，每一步各真费力。身边讲，我是要去天城，不是要来受苦。这条路安尼要行到，这时伊的心开始摇动。目天抬头看前面的光，伊想起古册一句话：我总无放落你，也无放杀你，所以你犹原一步一步向前。各位乡亲，真正困难的，不是石头，不是日头，是真正考验人的心。路哪行哪困难，三个人的心开始显出真正的样。要知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